唔知你對內地數碼音響品牌推出啲比較貴價嘅型號有咩睇法呢？講緊呢就係大概2萬幾3萬蚊嘅解碼，連埋供電。佢就係 Soundware 響聲嘅旗艦解碼 DAM1 或者係 DAM1，佢用自己研發型號為金陵嘅 DSP 運算，將世界上3種主流嘅解碼技術 Delta Sigma、DSD 同埋 Non-Oversampling 囊括在內啊！唔單止3款聲任你揀，部機咧仲有個模式幫你揀添啊！再加埋同樣係個老頂，入面係用法拉電容嘅外置供電 LPX， 背景咧要幾靜有幾靜，動態要幾勁有幾勁啊！呢部解碼加埋供電，應該都集齊晒家陣主流解碼最多人想玩嘅規格。但係你會唔會因為佢唔係一個你好熟悉嘅品牌而猶豫呢？呢部機喺外國賣嘅價錢係更加貴嘅。其實香港咧已經係跟翻內地嘅價位係抵玩咗好多噶啦。至於佢嘅聲音係咩水平呢？調聲又係走咩路向，同埋成個使用體驗又會係點呢？咁你就要試過先至可以講到俾你聽啦。